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經濟一周啦。簡單同大家更新一下呢，上個禮拜嘅環球股市市場啦。整體嚟講，全球嘅股市走勢呢都係偏向橫行嘅。嗱，禮拜初嘅時候呢，因為格陵蘭嘅事件啊，嗰啲地緣政治嘅緊張啲啦，市場呢就一度轉弱嘅。但係之後呢，美國嘅特朗普呢就表示已經同北約有協議框架㗎啦，情況就有啲降溫，咁啲投資者嘅情緒呢先至穩定翻啦。加拿大嘅股市呢就上升嘅，主要係由於啲原材料板塊帶動咁樣啦。美國股市呢就輕微回落翻少少。咁債息方面就係加拿大嘅長期債息就有啲上升啦，而美國呢就大致持平㗎啦。油價、金價咁同步係咁上啦。加拿大12月嘅通脹呢升到2.4%，高過預期嘅，主要係受到去年嘅稅務假期影響啦。核心通脹回落翻，咁個市場呢係仍然預期加拿大嘅央行呢喺嚟緊嘅1月28號呢係按兵不動嘅。美國方面聯儲局最重視嘅 PCE 通脹呢升到2.8%，消費持續強勁經濟增長呢亦被上調去到4.4%嘅，通脹呢仍然係高於2% 目標，令到呢個聯儲局嘅政策呢取態呢係備受關注咁樣啦。中國第4季嘅經濟增長呢就放慢去到4.5%，內需同埋樓市呢就依然疲弱嘅，不過呢出口就成為咗亮點啦。全年嘅經濟增長呢仍然達到5% 嘅目標，咁政府呢就希望呢個2026年呢就靠呢個寬鬆政策嚟刺激經濟啦。總結翻一句啦，喺呢度市場短期嚟講呢就比較穩定嘅，但係呢通脹同埋嗰啲央行政策呢仍然係呢個關鍵風險嘅因素嚟嘅，大家留意翻啦嚇。